香港大部分教會係以活動事工主導，年青人離開傳統堂會，因為只有事工，個人牧養並唔足夠。而教會復常嘅意思，亦只係做返疫情前一系列嘅忙碌活動。過去2年，我哋同願意作出改變嘅堂會同行，總結佢哋嘅經驗。教會面對改革舉步維艱，處於困境之中，佢哋需要嘅係領導與管理文化嘅更新。聖經提醒我哋需要心意更新而變化，更新嘅力量係從心開始。聖經中嘅轉化係乜嘢？就係實踐大使命同大過命。堂會領袖藉聖靈先有生命嘅改變，繼而建立門徒，讓生命轉化，實踐愛鄰如己嘅吩咐。轉化型領導唔只係管理技巧，而係讓神先轉化我哋嘅生命，再以生命影響生命，係針對提升對人關懷與領導能力嘅方案。喺課程中，你會學習4個屬靈嘅領導元素：以愛關懷，以動機啟發，以思考激發，以生命作榜樣。轉化型嘅領導者會為團隊帶嚟真實嘅改變，與委身嘅團隊共同邁向目標。點樣應用喺教會？由門徒訓練開始，以個人素質作榜樣，效法耶穌嘅服侍，培育成為領袖。點樣應用喺家庭入邊？父母嘅屬靈成熟對培養兒女極為重要。父母係兒女嘅榜樣，既然蒙召，行事為人就當同蒙召嘅恩上稱，喺親子關係中實踐屬靈嘅影響力，讓神更新你嘅心，亦更新你所帶領嘅每一個地方。邀請你參加轉化型領導與教會更新實踐方案，從心開始，一齊帶嚟轉化。